好，咱感谢美心吼。咱刷来要关心的是月下老人啦。一般来讲，咱拢认为是牵红线，你若是要找对象，找月下老人就对。不过最近呢，有这个信徒啊，将这个 BTS 的上放伫个月下老人的桌顶头前啦。敢讲伊是要叫伊帮伊牵红线嘛？我感觉哦，这个月下老人可能无才调啦。不过这信众讲，唔是要叫伊牵因啦。因为也知影袂成嘛，其实是因为伊 BTS 的演唱会票，希望月下老人大家保庇会当抢票成功啊！桌顶满满拢是喜事话，是讲小等一日，泰国出现手顶，当然全球天团 BTS 的大日也拢摆出来。唔安尼，民众摕物件唔是红线，是演唱会的座位表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形？因为下礼拜要抢演唱会的门票，网络上有看到大家有分享，拜月老都会成功抢到自己想要的位置，被偶像的小卡，然后还有他的周边跟阅历。你比方说你喜欢哪些明星？Cortis 是有听说的话，就会想说可以来试试看这样。原来韩国天团小抓伫台湾开演唱会。歌迷为着抢票是步数前顶，当然看红线观音缘的烦恼，即摆也互歌迷养出新的业务。不少人在名册卡片、甲名册带给人假设，专门来拜托月老，保庇因抢有票。第一次听到这种为什么月老还会帮忙保佑你抢票成功？给月老公有新的任务，我觉得也很棒。弘扬头新任务的数电目标是台南四大月老之一。本地看红线业务都已经真无用啊！即摆月老搁爱甲歌迷斗抢演唱会门票，安尼敢会无用袂过来？服务业嘛，欢迎大家都来嘛！啊，跋杯，看你要讲啥，跋杯就有一个原则，你袂使笼统啦。就签歌迷讲，名册详细资料一定爱传。是讲月老公务无用，若无法度顺利完成任务，歌迷是唔通伤失望呢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